睇完個單位同泳池應該未夠喉，今集繼續解鎖 Miami Key 會所嘅精彩設施。呢個24小時開放嘅 Gym Room 啱我哋呢啲夜晚先有自己時間嘅職業女強人，唔係齋舉鐵咁簡單，仲引入多項嶄新多元訓練設備，例如帶住 VR 裝置玩電單車模擬器，仲有實況互動蛙艇機、多功能健身器。對住個咁靚嘅園林景，真係輕鬆晒。有小朋友嘅家庭應該會中意呢個 Jungle Island， 有滑梯、攀爬隧道、互動遊戲板等設施，俾小朋友盡情放電，靜靜地喺度睇書、玩玩具又得，細路玩到唔肯走。想開大型 party， 呢個宴會廳就啱晒，佔地逾1200平方尺，配備高端廚房設備。宴會廳最吸引係可以直出私人園林泳池，想象下夜晚喺度搞個泳池派對，同朋友燒烤、傾偈、游水，呢種邁阿密式生活真係寫意到極。好多人問啟德交通點，呢度一出門口就係巴士站，唔使10分鐘就到啟德站，班次又密，自己揸車就更方便。中九龍幹線通車之後，約10分鐘就到西九龍，約15分鐘出到中環，去西九高鐵站又快。北上玩話咁易，交通越嚟越方便，呢度升值潛力唔使多講啦。